睇翻市場咧，而家咧嗰個等待嘅氣氛都相當之濃厚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政治事件都比較多啦。首先咧就係即係美國嗰個大選啦，咁嗰個結果咧都會影響翻咧各大市場，咁所以咧整個市場都係一個幾等待嘅狀態啊。商品嗰方面咧，油價咧係咁多商品裏邊咧比較弱勢少少啦，應該係話咧整個商品市場咧都係比較差一啲啦表現。咁油價咧喺而家歐洲時段咧都冇辦法咧上翻去86蚊嘅水平嘅，短時間之內咧嗰個阻力位咧都依然喺嗰個87.2嘅位置啦。但係要提翻咧，喺而家呢個時段咧，其實布蘭特期油咧已經升緊2蚊㗎啦，證明到咧個美國原油咧喺今晚公布庫存數字嘅時候咧，有機會咧都係會即係做翻個上升啦。始終咧100蚊呢個高位跌落嚟咧，已經係跌咗係16蚊咁多㗎啦。建議翻咧可以考慮喺85蚊邊嘅啲位置咧做翻個吸納嘅。中長線咧暫時睇翻90蚊呢個位置先。至於嗰個風暴方面咧，對於個原油嘅影響咧，暫時都未反映到。個油方嘅情況亦都係解決咗或者解決緊，咁所以咧呢一個問題咧應該對個油價嚟講咧係冇乜太大嘅影響嘅。至於啦貴金屬板塊方面啦，喺上星期5嘅時候咧，黃金跌咗差唔多成50蚊咁多啦，跌穿埋1700蚊嘅位置啦。之前已經講過㗎啦，1660蚊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嚟啦。見到咧呢兩日咧都係喺呢個位置揾到個支持嘅。順帶翻一提就係話咧，嗰個其他嘅貴金屬咧，包括白金同埋白銀嗰方面咧，反而個白金咧比較弱勢啲啦。而家白金咧喺呢個位置比較尷尬水平，唔適宜做一個吸納嘅。點解咁講咧？其實咧嚟緊呢2個禮拜咧，會出大量嘅一啲各個國家嘅採購經理指數㗎。例如琴日英國出咗咧，都係做差㗎。呢啲數目字咧，對於一啲叫做工業嘅金屬咧，包括白金同埋白銀嚟講咧，都係冇一個正面嘅影響咧，一個比較負面啲嘅影響啦。所以咧，呢啲嘅金屬咧，暫時都唔適宜吸納嘅。另外一樣嘢咧，要睇翻美金嘅走勢啦。因為美金咧，其實已經係升咗相當之大嘅幅度啦。倘若個美金咧嚟緊呢幾日會做翻淡少少咧，即係有翻個回調嘅話咧，對於貴金屬嚟講咧，都係有翻個支持。可以建議翻吸納翻個黃金會比較係首選嘅。另外啦，農產品嗰方面提埋啦，就之前已經講過啦，就係話大豆嗰方面咧，1500美仙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分水嶺啦。琴日咧最低見過1503美仙咁再一次咧喺呢2個星期之內挑戰呢個位置㗎。講緊乜嘢咧？其實大豆而家咧係琴日個數字係有個優良比率嘅，出嚟咧係39%，個數字係驚人哋差㗎。所以咧建議翻投資者咧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喺1500美仙附近咧做翻個部署。而家咧做緊1515美仙嘅。至於玉米嗰方面咧，而家依然係行緊個下降嘅通道啦。個低位嗰個下降軌嗰個通道底咧喺大概咧710美仙，而家要等一等先啦，因為仲喺738美仙嘅嚇。都相當之窄幅嘅，其實見到個谷物類。至於小麥嗰方面啦，受住俄羅斯嗰方面嗰個收成比較差啲咧，都依然係行緊橫行嘅格局嘅啫。介乎咧840美仙到910美仙，而家現價咧做緊893美仙。大家咧睇下今次910美仙嘅位置破唔破到啦？不過過去咧有超過10次咧都破唔到嘅位置，大家可以不妨喺呢個910美仙咧做翻個睇淡嘅。至於外匯嗰方面啦，入到嚟間歐洲時段啦，大部分嘅外幣咧都係喺一啲整數齊頭嘅心理關口度咧，有一個幾明顯嘅阻力嘅。講緊個英鎊啦1.6啦，歐羅咧1.29啦。而比較關注啲就係今日咧朝頭早澳洲嗰方面咧出咗議息嘅結果係維持利率不變㗎。喺短10分鐘時間，一個澳洲紙由1.0340咧係上到1.0410啊，即係講緊飆咗60點子。個市場大跌眼鏡，因為以為佢有機會再減息啊嘛，係咪？不過咧，其實喺琴日其實已經睇到澳洲紙係偏強一啲㗎啦。頭先已經一早時段講過啦，美金有機會做翻個調整嘅。換言之咧，大家可以喺破翻頭先所講啦，歐羅破翻1.29嗰啲位置做翻個吸納啦。另外咧，英鎊咧破翻1.6咧，亦都可以做翻個吸納嘅。大家要俾少少耐性啦。至於最後咧嗰個 yen 字嗰方面咧，
唔經唔覺咧，上個星期曾經見過79.5位置咧，而家又去翻80.3啦。始終嗰個選舉結果咧，大家都冇辦法預計到啦。另外外幣嗰方面咧，都係相當之窄幅嘅波動啦。大家咧要相當之留意住個市場嘅氣氛啊。倘若個市場嘅氣氛咧係當晚咧轉差嘅話咧，資金會再次進入個美金度避險嘅。如果相反嚟講咧，好似上個星期咁樣啦，禮拜五嘅時候咧，個市場唔中意風險嘅時候咧，中意風險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去翻啲高風險嘅資產嘅。咁所以咧，大家呢排咧留意翻個市場氣氛咧，去作出呢個美金嘅揸沽嘅決定嘅。咁今個禮拜時間係咁多，多謝晒大家。